帮我找一下225。好，要黑色。中间。哦，对，要什么码？38。对，谢谢。还要吗？再有双36吧。好。给我吧。我没听错吧？狗的牙也归我管。就想问你有没有认识靠谱的宠物营销？倒是认识。太好了，不会影响明天的特卖会了。我一会儿让小罗打给你。谢了。你每次找我都是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。哪有？我请你吃饭的时候也会给你打电话，好吗？大宝摩卡，谢谢。好了，我先挂了啊。陆医生，我准备好了。我下次会记得帮你准备一双舒服点的鞋。若曼，我真没想到你都做到总监了，还这么亲力亲为的，一起跟导购们工作，还一点架子都没有。今天是个例外，不是我工作的常态。那也很了不起啊。哎，我在公司听过你一个外号，叫人形数据库。我原来只听说过过目不忘，今天算长见识了，知道什么叫过耳不忘了。现在的工作很难找吗？还好啊，我在58同城投了简历，反馈挺快的，也没走弯路，很便捷。怎么了？我只是很纳闷儿，以你的条件，为什么会接受助理的工作？我看过你的简历，学校不差。是我工作不够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哟，哎，哪来的小帅哥啊？哎，还小鲜肉啊？我是若曼的助理，我叫安卓。曼叫的还挺亲人。哎，我说曼曼，你最近来我这儿来挺勤别这么跟我说话，我跟你不熟。我脾气不好又累得半死，你最好别招我。跟你说过多少次，别这么凶，你再给人小鲜肉吓。真正有胆识、有眼光的人是不会害怕强者的，只会欣赏。只有那些曾经被我毫不留情一脚踹了的，才会留下阴影。美其名曰不敢喜欢我，关键是你也配喜欢我？你以为我跟你分手是拱手相让？我不过是弃如敝履。走了，起开！虚荣心和胜负心真的很讨厌，但看来这辈子我是戒不掉它的。什么意思？弃如敝履？哎，你骂谁破鞋呢？难受啊？那个带了吗？那你等我会儿啊。来，祝你这个月如意。谢谢。这么难受，要不请个病假？没事，我可以坚持，再缓一会儿。那我先走了。进。卢医生，你3点钟的病人已经到了。知道了。等一下。你是不是中午没吃东西？这个给你，多少吃点，能好点。没事吧？用不用找主任帮你请个假？
哦，不用不用，我没事儿，我就是感动。谢谢你的开心果。哎，若曼，咱们销售部的商品主管是谁啊？他怎么来？以前叫马亮，辞职了，找不到我满意的人，所以这个职位一直空着。都这个点儿了，要请他一起吃晚饭吗？或者喝杯东西？这会不会有点太明显了？万一他拒绝了，我的面子往哪儿放？若曼，啊，你今天不加班吧？当然，都累了一天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好啊，再见。行，明天见。安卓。啊？我是想跟你说，下班之后可以打车，公司能报销。好，知道了，明天见，拜拜。还好没开口。很多时候，女人的悲剧就产生于没有将 say no 进行到底。喝完牛奶或者饮料的杯子要洗干净，底下垫一张纸巾倒扣在台子上。喝完养乐多，记得把瓶子扔垃圾桶。晚饭在冰箱里，微波炉热3分钟。热完拔插头。电池在厨房，你没找到，说明你没洗餐具，这样很容易滋生细菌。喂，是不是又忘交电费了？啊，好像是吧。电卡在哪儿？不知道。行，那我自己找吧。你早点睡。妈。若曼姐，哎，来，过来坐，来坐嘛。若曼姐，我刚刚才知道，咱俩那天楼下碰见那个帅哥，竟然就是你的助理。那又怎么样？
你帮我问问他有没有女朋友呗。不瞒你说，若曼姐，我对他一见钟情。他要是没有女朋友啊，那我就追；要是有呢？那我就潜了。现在的女孩真的很直接，这句话我问不出口，要问自己问吧。别！哎呦，姐，你坐！哎呦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帮我问一问嘛。哎，我真的特别喜欢他。那是我的理想型。你喜欢他什么？你了解他吗？还没有想清楚就动手。哦，脸是理想型，性格呢？在一起了发现不合适怎么办？哎呦，我的亲姐姐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有脸不就已经很好了吗？再说了，现在那些好男孩都是要靠抢的，你不知道外面这帮女孩下手多快。你们把这当成双11抢特价了，这比那可残酷多了。宁肯抢到了不要，也好过抢不到，抢不到就是这样的下场。提醒自己，对年轻人要有宽容的心，尤其是瞎说实话、无心插刀的年轻人。吃饭的时候就别工作了。习惯了。慢一点，细嚼慢咽对胃才好。我坐那边，你坐这儿啊，我先过去了啊。安卓，若曼姐。哎呀，怎么又给我这么多肉啊？我根本就吃不下。安卓，你就帮我多分担一点。不用了，我吃不了。我够了，我够了。男人多吃一点怕什么？男人要壮一点才有安全感。再说，你吃完了可以去锻炼啊，大不了我可以陪你去散步啊。哇，你手臂这么结实啊？一定经常去锻炼吧？哎，你什么星座啊？天平，但我不太信。要信的，特别准。你知道吗？我水瓶座，咱俩特别合。哎，你上升和月亮是什么？哎，若曼，你什么星座？狮子座，特典型。啊，你怎么能对你的上司直呼其名啊？那应该叫艾总，就算私下里啊，也应该叫若曼姐，对吧？若曼姐，我现在上升到写字楼 B 组。你别担心啊，他人就这样。其实他人挺好的，就是脾气有点大。他就是天生臭脸，可能销售部门的工作压力太大了吧。刚接触起来吧，他太厉害，不太好接近。接触久了就好了，你别担心啊。你再吃一个吧。真不用，真够了。多吃一点。这都是什么啊？是谁让你把我办公室弄成这个鬼样子的？我是看你那儿有点乱，所以我这是乱中有序，你这是擅自扰乱我的工作节奏。粉红 Kitty 猫，跟我搭吗？画风一样吗？你是幼稚园的大嘴来哄孩子的吗？全都给我消失！哎，怎么了你黑着个脸？中午吃的黑米酵素沉淀了？我还吃了黑猪呢。到底怎么了？谁找你了？没事儿，一点工作上的小问题。新来的助理不上道。你呀，你对你的下属别那么苛刻，人家是新人，都需要适应期。再说了，也不是个人都能跟上你钢铁侠一样的节奏。
送我钢铁侠总比送我 Kitty 猫强，起码不讽刺。行了，我去忙了，谢谢帮我充电。对新人好一点啊，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好了，去的，拜拜。对不起啊，我不该没给你打招呼就动你的私人物品，以后我会注意的。算了，我给你的邮箱发了一份文案，里面有秋冬上新的营销方案，你回去看一下，然后跟我说说你的意见。怎么了？还有别的问题吗？没有，那我去了。等等，以后还是叫我艾总吧。公司有这种规定啊？公司没有，只是……那我去忙了。提醒自己，不要想太多，只言片语经不起过度解读。成熟的人不会将私人感情和工作混为一谈。怎么吃这么少？没胃口。陆医生今天为什么没有在诊所吃饭呢？你怎么这么关心他的一举一动啊？他也很关心我啊。他送我的开心果，我当什么事儿呢？陆医生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别人送他的礼物，转手就分给我们了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？坏人！不过就算是这样，他也是看到我身体不舒服才特意送给我的，说明他有关注到我。陆医生有女朋友吗？应该没有吧？真的？你先别走了，我还有问题没问完呢。陆医生他为什么每天都走得这么早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该不会是有别的约会吧？不是都说了他没女朋友吗？哎，等一等，等一下！哎，师傅，麻烦等一下啊。陆飞哥这么巧，你也坐这趟车？上车再聊吧。好。真的好巧啊！以后我们可以一起上下班了。感觉有点饿，中午没有吃饱。你中午去哪儿了？吃饭的时候没有看到你。我在外边吃的。哦。不好意思，睡着了。没事，我到站了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喂，啊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们家到底换了多少东西啊？不是，我正好路过你公司附近超市，就想着一会儿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，往下桌。
你为什么一天往我这儿跑2次啊？你也太殷勤了吧！我公交坐错站了。你当我的智商是负无穷呢？那辆公交车你已经坐6年了，你告诉我你坐错站了？有时候太聪明。看把你给耿直的，你就不能撒个谎，说你是特意来接我的，让我高兴一下呀？你让我长长姿势，你能死的！好，我就是来提前接你下班的，一会儿一起到我家吃个饭，这样行吗？好，我就是来提前接你下班的，一会儿一起到我家吃个饭，这样行吗？毫无诚意，就你这对女性心理的把握，那2万块钱你已经提前输给我了。行了行了，半个小时之后去找你。以前的助理回老家了，来了个新助理。那新来的这可惨了，又得被你骂。新来的这个助理吧，我想吃豆腐。什么豆腐啊？怎么做？当然是嫩豆腐。我怎么觉得你今天透着股猥琐呀？谁说我只能吃老豆腐，不能吃嫩豆腐啦？哎，干嘛？拿的是冻豆腐。饿死我！一会儿给你做。多少钱？一共561块2毛。哦，这么点东西就500多，太久没逛超市了。你干嘛？我来吧。少的，我挣的比你多。那您说一下密码。哎，我刚刚是不是让你没面子啊？没关系啊，你也没有恶意，只是心直口快。再说，你说的也是实话。就像你说的，我是榴莲嘛，懂我的人就会欣赏我。就像你和萨莉，你也找不出第3个人了。妈，您这次是要买白银呢，还是要买黄铜？买什么买呀？我给你打电话时提醒你啊，又到月中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什么时候少过您的月俸啊？我是不会忘记给您打钱的，我的母亲大人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路飞家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在一块儿啊。哎呦，正好有事儿要跟路飞说的，你叫路飞听电话。我妈找你。洗手。求你将就。喂，阿姨。路飞，哎，路飞啊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对，是得好好补钙。哎呦，还是我这边买好了，帮您快递过去。对，得好吸收才行。中老年补钙，吸收是关键。是，您说的没错。现在所谓的很多坊间的传言啊，什么养生的传闻啊，都不可偏信，很多都是谣言。是。我前2天呢给妈妈打了个电话，我跟她说我想买黄金买白银。哎，我不是真的要买啊，我就是想看看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哎呦，她那脾气大的那不耐烦哟，感觉好像是她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，我给她打个电话耽误她多大事儿一样，让我在朋友面前很没面子。告状。
他不是不耐烦。路飞，你就别帮着他说好话了。他这孩子呢，你就帮他说好话，他也不领你的情，知道吧？来说老弟，你说谁？上我说两句。路飞，哎，叔叔您好，吃饭了吗？还没，正在做呢。路飞，你在北京还没找着女朋友？没有。那就好。不是，叔叔的意思是说呀，你得抓紧时间找了，不能总这么耗着。你要是万一找着呢，一定带回来给叔叔阿姨看看。我们呀是最有眼缘的了，也是最客观的了，是吧？你们又不是路飞的父母，凭什么要合你们眼缘？你明明就很主观。你不是跟路飞说话的吗？你们路飞用的是免提。我真不知道咱们俩谁才是这么亲生的。反正你不像。我真不是恭维你啊，你做的真的比店里的还好吃啊！这是典型的吃人嘴软。真的，这是我近1个月以来吃的最好吃的一顿了。你吃饭能不能慢点儿？有没人跟你抢？哎，我们女生吃饭特别快，在你们男生眼中是不是特别不斯文？那倒不是，主要是对身体不好。no， 他也这么说。谁？我的新助理啊。男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一般你对女孩的话不会这么上心。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人家说的对，我才上心的。不对，我什么时候上心？我根本就没有上心，我只是随便一说而已。你刚刚没撒谎。什么？刚才撒什么谎？你刚刚跟我爸说你没有情况，你没撒谎。当然了，我怎么会跟你爸撒谎呢？你刚刚迟疑了一下，你停顿了。我验东西呢。说，你在想谁？此时此刻，在你心中出现的那个人，到底是谁？不要害羞，大声的喊出他的名字。神经病啊！真没谁。我才不信呢，肯定有。我认识吗？真的没谁。你现在干嘛呢？你是在刺探对方的敌情，还是说吃醋呢？吃醋？哪来的醋？快说！如果没有谁，醋从哪来？你给我好好解释一下。我服了，我终于知道什么叫说的多错的多啊！从现在开始，你说你的，我不说话，我吃我的饭。坏蛋，嘴巴这么严，哼，非要把自己的秘密讲出来才肯跟我交换，是不是？好啊，就我们俩打赌的条款，我也补充一条：双方如果有实质性的进展，必须跟对方报备，不报备者赢了也算没赢。我跟你说话，你听到没有？
这安卓一直都不理你吗？没有哎，他回我信息回的倒是挺快的。他怎么回的？他就说他晚上有别的事儿，也再没说别的了。这么敷衍。我也觉得他在敷衍我，所以我就问他呀：“那你晚上下了班之后是泡吧呀，是看电影呀，还是玩游戏啊？”蔡总，你这水泡的是不是有点久啊？我这杯茶有点难泡，你们聊。陆医生，陆医生发工资了，陆医生。这么高兴？虽然我只来了半个月，但是这是我工作的第一份工资。我盼了好久，我终于可以寄钱回去给我姥姥了。你姥姥？我从小是我姥姥带大的，我们感情特别特别的好。虽然现在我姥姥年纪越来越大了，身体也大不如前，但是我每回给她寄钱寄东西，她都会骂我。但是我知道，她心里边早就已经乐开花了。我们这么努力的工作，不就是为了我们爱的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吗？是不是啊，陆医生？你说的太有道理了。替我给你姥姥带好，祝她健康长寿。你真好。这大过节的都下班了，你怎么还不去约会啊？今天什么节？七夕情人节啊。哦，我不过这个节。那你带我去哪儿啊？这日子这么好，回去好像有点太无聊啊。待会儿我有个课要上。上课？上什么课啊？我可不可以跟你开玩笑呢？哈，那我先下班了。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你好，另外一位稍后到是吗？就我自己。好的。真是的，就有喜欢凑热闹，非得今天出来挤，到处都是人，哪里都堵车。你怎么连束花都没买？买那干啥？又贵又没用，都是那些商家来骗你这些无聊女人。那你也得买啊！等一会儿我不开心，我不开心啊，你也别想开心。神经科学说，爱情是双方产生了积极共振的瞬间。情人节对已经共振不起来的情侣们来说，是形式大于内容，还是情感的附件？不好意思啊，刚刚是我坐在这儿的。亲爱的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去帮你拿。蛋糕。哎，服务员，怎么了，小姐？请问这里是自助餐厅吗？是啊。那客人取了餐回来，发现桌子上的水没有了，座位让别人给占了，怎么办？对不起啊，那个我在安排的时候不知道这有人，您先别生气，要不然我再另外给您安排一桌。看来您只能再等位了。把接待我的服务员叫过来，还有你们经理。伤心的人爱听情歌，用别人的故事暖和我，从难过变沉默，不想了。
甜蜜也甜蜜过，苦涩也苦涩了，别戳破。孤单的心怕看流星被日落的痕迹，提醒我曾经有过，还记得当路过。是一个西餐烹饪方面的课程，你是不是不感兴趣啊？我感兴趣啊，我感兴趣，我也特别喜欢做菜。那你要是觉得没什么意思的话，随时可以走。我不会走的。今天只要你不让我一个人，我觉得做什么都挺有意思的。谢谢你啊，陆师兄。走吧。假装可以做，像一个。贵宾您好，有什么需要帮助您的吗？是你接待我的，你跟他说。怎么回事？小姐，今天是七夕情人节，我们餐厅全部都是情侣套餐，您这一个人呢？我一个人怎么了？一个人就应该区别对待吗？一个人我没有付给你们钱吗？我一个人，你们就让我端着盘子在你们的餐厅门口吃完我的七夕晚餐，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你消消气啊。这过节啊，座位的确是很紧张的。我知道座位非常紧张，是你们商家可以设计各种各样的情人节来证明爱情，1年2次，情比金坚。但是你们不能歧视单身的客人。没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在我进来的时候为什么不阻止我？这样吧，我给你另外再安排一个座位啊，你也别生气了，不然你会影响到其他客人用餐的，你说呢？我觉得您这样说非常不妥。我没有影响到其他客人，是整件事情影响到我，包括这位小女生的态度。你们可以在餐厅的门口挂一个牌子说单身者进内，不就全部都没事了吗？您好，需要等位。我跟他一起。你还想吃什么别的吗？我帮你拿。哦，不用了，我这些够了，自己去拿吧，不用对我特别照顾。行。直觉告诉我，绝对不是巧合。难道他在跟踪我？他是第一天这样，还是每天都跟踪我？你的咖啡。怎么了？吓到你了？没有啊。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安卓，你怎么这么巧，也来这儿吃饭？不是巧合，我看见你进来。你真的在跟踪我？对啊。你就这么大摇大摆的承认了？很奇怪吗？当然奇怪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有点事想跟你谈谈。今年秋冬上新的计划我都看了，这是我一点个人意见。从设计上来说呢，我觉得很好，但是大情人节的跟着我来到这么个全都是情侣的餐厅，用那么酷炫的方式闪亮登场，最后你却告诉我是来谈工作的啊！但是品牌部的行销企划，我觉得有点中规中矩。我觉得安卓，不如我们先吃饭吧。这里是餐厅，工作的问题回到办公室再说。好，明天跟你说。竟然完全不受干扰，小小年纪倒是见多识广，丝毫不怯场，我也不能再比下去。这个是黑咖啡，奶跟糖得自己加。黑咖啡不错。
Lorsque c'est prêt, nous allons le mettre au milieu du plat. Et le beurre.你好，这是我们餐厅特别赠送给2位的情人节礼包。我们是2个人，就一个礼物吗？他跟你开玩笑的，谢谢啊。要不咱把它给分了吧？这个送给你。那我也给你挑一个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啊，你别动，坐下。没事，我来吧。你把单买了，千万不要和我一起走出去。哇，这好辣！看上去好棒，好好吃啊！我可不可以试一下？让老师先试，尝尝味道。Très bien。Merci。路飞，老师今天刚刚得知今天是中国的情人节，老师说怪不得其他同学都没来。J'étais en train de me dire que peut-être que tu pouvais partir étant donné que ta copine est venue te chercher. C'est la Saint-Valentin。老师说你们可以下课了，菜可以冷掉，但爱人的心不能冷掉。C'est ma collègue。什么意思啊？那我试菜了。路飞哥还会法语啊？会一点。那刚刚跟老师说的是什么呀？我跟他解释说，我们俩是同事的关系。早知道不问了。没什么。啊，刚刚那道葡萄酒鲈鱼实在是太好吃了，是我这辈子吃到过最好吃的鱼。我小时候不爱吃鱼，因为刺多，然后又没有什么味道。啊，原来我现在才知道是做法不对。我宣布，我爱上吃鱼了。其实，除此之外呢，烹饪还有一个妙处，不同的心情下做出来的食物会有不同的味道。做厨师也是一样，需要极其敏感的味觉，还有嗅觉。哇，怎么了？我从来没有听你一口气说这么多的话。人家说，认真的人身上会发光。我刚刚真的看到你全身都在发光。是路灯的光吧？我今天是不是话有点密啊？可能刚才白葡萄酒多尝了点。没有没有，我特别喜欢听你说话，你的声音非常好听。你再多说点你的事情给我听嘛。哎，那什么，这附近正好有一餐厅，不错，你在那吃点吧。还会害羞？这么多的苏点让你怎么活呀？好吃是真好吃，贵也是真贵啊！
一顿饭吃进去我半个月的实习工资，心疼我的钱包。你要是喜欢吃，我可以回去学着做，我就可以做给你吃。这屁呀！你最好了。不过以后啊，我还是想自己挣很多很多的钱，这样就可以敞开了吃啊。等我以后有了钱，就把这里当食堂。等你有钱了，这儿都倒闭了。经济独立的意义之一，是可以在感情里只谈感情。我最害怕就是给病人打电话预约时间了，好多时候我打过去，他们都在忙，我感觉他们接我电话都好像打扰到他们了。这个时候我就感觉自己特别像一个电话推销员。咱们诊所有短信预约服务，每天上午9点会发短信给病人确认时间。如果他已经收到过信息并且回复过，再接到你雷同的电话，当然会觉得有点不耐烦。我建议你以后可以改成下午晚一点再打电话，这样就可以少挨骂了。哎呀，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你在哪儿？回家了吗？在写病历？谢谢你啊，路飞哥。要不要到老地方2号坐一坐？你有朋友找你啊？没关系的，你去吧，你已经陪了我好几个小时了。对不起啊，又没能请你吃饭。要不咱先进去把菜点了，我再走。不用啦，没关系的，留到下次会更好。再说了，我已经吃饱了，你的作业简直就是人间美味。你不用送我啦，待会儿自己坐地铁回去。那你到家之后给我发个信息。怎么了？我很高兴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因为上次你没有送我回家，是我自己回家以后发信息告诉你的。这次不一样，这次是你主动要求我回家以后发信息告诉你我已经平安了，你自己都没意识到你的变化吧？那你回去早点休息，做个好梦。你也是。你还记不记得25岁那年，我就跟你在这儿喝酒啊？哎，你为什么不谈恋爱啊？没遇到合适的呗。马玲玲也不是很合适，是吧？但人家马玲玲都有人爱过。想什么呢？你是最棒的，你才是最优秀的那一个，不用怀疑自己。只不过现在还没遇到合适的人罢了。我也觉得我挺棒的，而且我的要求也不高啊，长得合眼缘，人品好，挣的不比我少，要有上进心，最重要的是要有趣。2个人要有话聊，不要每天除了我袜子呢？给我一杯水啊！除此之外就没得聊了。今天我爸给我打电话了，他问我为什么不考虑一下你。我说我考虑了啊，我们2个不来电。当初我说的话真的是一语成谶。虽然我讨厌这个社会给我们贴剩男剩女的标签，也知道在许多人心中
最佳的结婚年龄数据还停留在上个世纪，没有更新。但是我不得不承认，28岁放在哪个国家都已经到了适婚年龄。胜了怎么了？胜者为王，优胜劣汰。根本就不是一个胜。从高中到大学，我的心思全在丁宇阳身上。大学毕业之后又耽误了1年，后来考上了研究生，选了一所男女比例1:5严重失调的学校，又荒废了2年。毕业之后我都24了，我就一心想着在这个城市立足，靠着自己努力工作，努力打拼。然后就遇到了赵昌了。谢谢你的恶意提醒，这个贱人也是过不去的坎儿。当时啊，我明知道不合适，却还要勉强自己试着在一起，结果就是证明了勉强不合适，证明我的预感很准。虽然在一起那么短的时间就分手了，不过现在除了多了一个挤兑我、刺激我的臭前任之外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一晃眼到现在，你今儿受什么打击了？有人刺激你了，还是吃了牛郎织女的狗粮了？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了。总之，我现在的心情很复杂。像一个梦遥不可及，一碰就碎了一地，假装不在意，只能远远地惦记。就那么一句我想你，放在心里收了回去，故作不介意，抱自己在怀里，哭了又哭，笑了又笑，想要走去你的心里。原来爱一个人是这样的感觉，写了又写，改了又改，到底下笔落在哪里？谁让我偏偏那么的喜欢你？写了又写，改了又改，到底下笔落在哪里？谁让我偏偏那么的喜欢你？跟你打的那个赌，姐们儿搞不好要赢，准备好2万块钱红包。最好是。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这次是来真的，我就不信我摆脱不了这个单身魔咒。不是说了有什么情况要先报备的吗？放心吧，我什么话都藏不住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关键是现在还没有到可以报备的程度。我现在不是在跟你报备啊？是跟你那个新助理比我小6岁。所以呢，叫你姐把你刺激到了。他才没有这么没礼貌。叫人家哥哥姐姐是有礼貌的表现，你这人认知是不是异于常人啊？我也是分人的好不好？有很多姑娘，她们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布她们小，所以她们才这么叫的。她们管你听得舒不舒服，她们就不能等我50岁之后再管我叫姐？50岁就该叫阿姨了。有个小孩天天冲你若慢若慢的，你听着舒服呀？舒服，舒服得很，通体舒畅。平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戒指倒立的侧面有埃菲尔铁塔造型，非常浪漫。不是求婚，是给一个朋友的生日礼物。女朋友？不是。普通朋友？也不是，是一个关系很特别的朋友，就是送戒指不太合适那种关系。哦，那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店的新款，这款手链是 I do 360度 Love 系列。
本系列设计灵感取自于圆的形状，圆没有棱角，没有终点，是我们最期待爱情该有的模样。礼物呢？你送个玩具，你也太走心了吧？还有别的？你不觉得这个狮子很像你吗？这是谁送的？是隔壁家送错了吗？没送错，可是没有落款，是谁啊？刚刚才见过路飞，可能是他。难道是安卓？不行，这是一场博弈，在感情的世界里，谁先挑明，满盘皆输，镇定。喂，你在做什么？做蛋糕。你还会做蛋糕啊，好厉害！哦，明天带去单位给大家。早点休息吧，晚安。晚安。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难道他对我一见钟情？谢谢，不客气。可是，在咖啡店第一次见面，他根本连眼皮都没往我这边扫一下，怕死。或者他是个中央空调，对任何人都这么好。但是他对齐娜明明就很敷衍，怕死。还是说他习惯性的讨好女上司？这么美的鞋子，怎么能放在 C 区呢？应该放在 A 区才对。他应该不是这个画风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切的可能都看着那么不可能？
哟，小邢，起那么早啊？啊。哇，这大清早的吃这么多东西啊？不是啊，这是要带去单位的午餐。有男朋友了？我可告诉你，小邢啊，你那间房间我们合同可是约定好的，只准你一个人住，不许把男朋友带回来同居的。你想什么呢？他才不会呢，他这个人特别正派。哟，现在的小年轻还有正经人，有也是假正经。他才不是假正经。早。早。昨晚睡得好吗？挺好的，你呢？还行。花挺好看的。啊。不好意思啊，你能把花稍微拿开点吗？我花粉过敏。早。早。你好。早。喂，你好，美奥口香。不好意思，梁医生的号今天已经满了，我同一时间给你换到别的医生，您看可以吗？好，那您下午2点过来就可以。再见。哇，陆医生，你又做蛋糕了？麻烦帮我分给所有同事。没问题啊，又可以尝到你的手艺了，我们简直太有口福了。